中央佮地方公布要提供受灾户补助，饮水超过50公分以上的中价修理户，加起来补助一户上济当领45000块。另外，饮水车拖车的费用、大饭店嘛拢有相关的补助，民众会当特别注意。卖上班，你高雄三明区这栋积水上严重的大楼，水就算提起，地下3楼也是4间拢是黄土，都要大整理。要做善后，就是说，在这个第3层楼的这个淤泥的部分、清污的部分。泡水车因为饮水的时阵车辆四线，有的塌伫入口，有的塌做火，拖吊人员就要先刹车，才会当拖车。这个车有的送去维修厂，有的先停去邻近的学校，全部用黄土砍掉的汽车，才会当维修，佫是问题，有民众归去报废。那个东西哦，泡到水，那个里面的行车电脑什么那个都坏掉，你再修也是没有用。跟监理所这边来报一个停驶啊，等到车辆修复完成了以后呢，再把这车牌再领回去哈。那这段时间的相关的税费文会停止。监理所建议民众泡水车若抑会当收，会当先办理停驶，减少着相关税负的负担。风台受灾者嘛有补助会当申请。灾害的这个认定啦，吼，咱即个由咱理干事吼、甲里长吼主动来做登记啦。家户饮水超过50公分，上悬补助1户45000，50公分以下5000到15000不等。泡水车辆也有泡水车来拖吊的费用嘛有补助。厝内因为风灾断水断电无法度大，嘛当申请补助。房管税、地价税等等的税金嘛当减免，也是免收。市府嘛提醒民众，要先翕相，也是甲相关的证明留咧，才会当加紧着审核的速度，嘛当较紧领着补助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报道。